最近因为全台疫情的大爆发，不断咧更新的防疫政策，互大家实在是听甲非常的混乱。为着要互长辈会当更清楚来了解正确的防疫方式，嘉义区公所特别组成团队来到社区内，为长辈来说明目前的防疫政策，借此嘛来加强长辈的防疫观念。今天我们嘉义区公所就是因为从昨天开始原本由卫生单位在做的那个确诊者的居家照护的工作从昨天开始由我们那个区公所这边来做接手那个关怀访问的一个部分，还有那个制送那个防疫包因为那个医疗量能我们希望那个卫生单位能够在医疗量里面做提升，所以我们来做这一块。那也透过这个机会我们也公所的团队各主管这一2天，我们都到各社区去跟社区民众来做一下宣导。区公所除了伫现场宣导新的防疫政策以外，更特别邀请到专业的护理师来到现场，为大家说明正确的快筛使用法。透过实际模拟操作，让长辈当更清楚来了解使用方式。领了这个快筛剂，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请了我们的卫生单位、我们的卫生所的护理长前到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做宣导跟民众讲解快筛剂如何来做使用也希望说这一波的疫情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之下可以受到控制，然后祝我们所有的长辈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波的疫情。疫情继续伫咧严峻的状况之下，区公所希望对地方开始落实正确的防疫观念，透过组建团队来到社区内，向民众传达明确的防疫方式，希望大家当做伙度过这波严重疫情的难关。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